华视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新闻的头一条来看，鸿海、台积电甲上海复星制药集团拢来宣布，已经来完成多方的合约，将要引进1000万剂 BNT 的疫苗。两大科技的龙头齐心合力，突破掉政治的对立，完成无可能的任务。这批疫苗的计价，讲甲东洋公司进前去制作的计价差不多，进口价30块的美金，加上运输的成本3块的美金。当时鸿海甲台积电嘛拢发出着重大的消息，讲开1亿7500万的美金，要来捐赠500万剂疫苗。这批疫苗9月甲10月会运到台湾。6月7，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伊的永年基金会讲要买 BNT 疫苗，经过9个月拍拼，总算有好消息。德国 BNT 药厂首席执行官表示讲，真欢喜看到复星医药甲 BNT 共同研究的疫苗会使为台湾的疫情发挥作用。阮将甲合作伙伴好好合作，才一天为台湾提供安全有效的疫苗。台湾两大科技龙头出马就是无共款。鸿海、台积电二厂甲上海复星制药完成合作，将引进1000万剂疫苗。两大公司发出重要的通告，计价嘛已经公开。甲进行比较起来，台湾东洋公司要买计价是31.2块，卫福部公告45块。即摆鸿海、台积电伊的计价是30块，加3块运输成本，两间各买500万剂 BNT 疫苗，开1亿7500万的美金。为了要让这疫苗顺利再来台湾。德国 BNT 药厂嘛有上新的做法，为了要甲中国港澳地区的复必泰标签无共款，即摆来台湾的 BNT 疫苗有全新的标签。即摆疫苗订好了后，需要6礼拜到8礼拜抽样，估计9月份到10月份会到台湾。那运输的部分，将由德国原厂的协力厂 DHL 来载，免阁派华航的飞机。负70度的时候，它可以保存的时间一般它是定6个月。那刚才讲说2到8度，那以前是5天，好，他们现在是2到8度，哈，可以延长到30天。美国 FDA 加欧盟 EMA 放宽保存时间，即摆1000万剂 BNT 疫苗将交由台湾为有零下70度冷冻技术入力药厂负责。争取头一批300万剂会使先到货，两大科技龙头出手，希望讲会使替台湾的抗疫战争出一份心力。